跟住 Adam 走，灣區睇靚樓。大家好，我係 Adam。各位街坊大家好啊！最近如果大家打開 Facebook、YouTube， 係咪都俾四代住宅呢個詞刷晒屏呢？空中花園啦，超大露台啦，買100方得130方啦，住喺公園入邊咁話，各種宣傳口號啊，聽到人呢就真係眼花繚亂嘅，心喐喐呢都想入手噶，但係又唔知實際情況究竟係點樣。咁究竟啊呢個四代住宅係真係靚嘢，一定係得個噱頭呢？買咗之後究竟會唔會落搭呢？今日就同大家好好地咁傾一傾，從四代住宅嘅定義、優勢、劣勢，再到中山而家有邊啲嘅四代住宅屋苑喺度賣緊呢？逐一同大家分析拆解，幫大家搞清楚中山市嘅四代住宅啊，究竟買唔買得過？嗱，首先大家要先搞明白乜嘢叫做四代住宅。嗱，講起住宅嘅演變呢，咁其實就好有意思嘅。咁既然而家係四代，當然有1代、2代、3代啦，啱唔啱？咁第一代嘅話，咁可能要追溯到我哋嘅阿爺阿嫲或者更耐嘅時期嘅茅草房啦。咁只係求遮風擋雨嘅啫。2代呢，就係我哋所講嘅一個磚瓦房啊，即係平房啊，居住條件呢會比草房肯定會好啲啦。咁第3代住宅啊，就係而家我哋成日會見到嘅呢個電梯樓啊，城市化嘅產物。但係咧密度咧就係幾高下嘅，大家住咗幾廿年啦，係咪都係覺得有一種係鳥籠式嘅生活，會感覺到比較壓抑呢？咁想種啲花花草草啊，可能就冇地方噶啦。咁鄰里之間，除咗係同層咧上落樓，可能都唔識得嘅，少咗以前我哋喺村入邊嘅呢種人情味啊。咁而家嘅四代住宅佢又係點樣嘅喎？咁四代住宅咧佢又叫做庭院房、立體園能生態住房啊。簡單啲嚟講，就可以講係佢將別墅同埋我哋所講嘅4合庭院搬到上高層，即係我哋別墅係1層、2層、3層嘅啫嘛。但係咧，如果佢向上發展，就變成咗我哋而家嘅四代住宅啦。做到空中咧就可以種樹養花，實現推窗見綠、出門有園嘅居住體驗啊！咁可能咧又有街坊會問啦，呢個四代住宅同我哋以前所見過一啲大露台啊，咁係究竟有啲咩區別嘅話呢？咁重點啊，就係佢入面嘅不計容呢3個字啦。中山而家已經出台咗明確嘅政策啊，符合要求嘅空中花園同埋公共開放空間可以不計入容積率，所以點解會有我哋開頭講嘅買100方係得到130方嘅戶型？發展商咧可以通過高贈送面積嚟吸引我哋嘅購房者。而我哋嘅買家咧，又可以用到相對低嘅一個總價，享受到更加大嘅使用空間。呢個先至係四代住宅最核心嘅吸引力之一。即係話，我就唔好似以前李先生即係李嘉誠先生所講嘅呢個公攤面積啦。而家好多都係唔計入佢嘅容積率，所以用嘅地方就多咗啦。咁講完定義，就到大家最關心嘅部分，四代住宅佢嘅最核心嘅優勢係乜嘢？首先第一點啊。絕對咧就係居住嘅體驗感全方位咁升級。對於我哋嚟講，我哋嘅內心入邊都會有一個有天有地有園樂嘅一個情結喺度嘅，有一個咁樣嘅情意結下。可惜咧，而家城市嘅土地緊張，想喺市區買個別墅，以中山為例，可能平平地嘅冇話1000幾萬啦，大幾百萬都係需要嘅。好多普通嘅朋友其實係負擔唔起嘅。咁四代住宅咧就完美咁解決咗呢個痛點啦。喺高層嗰度可以擁有自己嘅私家花園，喺花園嗰度可以種下花啦、淋下水啦、同屋企人整個 BBQ 啦、放鬆下身心啦。呢種生活咧係普通嘅電梯房係完全比唔上嘅。咁第二個優勢就係頭先講嘅呢個超高嘅得房率啦，性價比非常之突出㗎。呢個點係四代住宅入邊嘅殺手鐧啊！大家買樓嘅都知，傳統嘅電梯屋苑佢嘅公攤面積係幾高下嘅，當然係拜李先生所賜啦，係嘛？咁一般嘅話咧係22%到28%之間嘅。咁例如啦，我哋買個100方左右嘅單位，即係我哋所講嘅1100尺左右啦。咁實際嘅使用面積可能得返70幾方、80方咁樣嘅啫。公攤左右成差唔多200幾、300尺走嘅。咁但係四代住宅咧，因為佢嘅空中花園同埋公共平台係不計容嘅，即係唔計入佢嘅一個容積率入邊。咁公攤面積咧可以壓縮到10%以下，甚至咧實用面積反而會高過佢嘅建築面積嘅。咁簡單嚟講啦，
買100平方嘅4代住宅咧，實際嘅使用面積咧，其實係可以達到110方到130方之間嘅嚇，即係以而家市面上一個主流嘅4代住宅為例嚇，相當於用普通住宅嘅價錢買到一個大平層嘅空間啊！大家都知道啦，107方左右嘅大平層，佢公攤落嚟可能都係103方左右嘅一個使用面積嘅咋。中山咧而家嘅4代住宅總價嚇，我話總價大概咧就係200萬左右嘅起步。咁我哋睇落同城區嘅一個普遍嘅住宅咧係會貴啲嘅，但係折算翻佢嘅一個使用面積嘅話咧，單價反而會有優勢。例如石岐經濟總部，即係我哋話嘅旗江新城某個4代住宅嘅樓盤咧，表面嘅單價係18000蚊一方，但係實際嘅得房率係超高嘅。咁折算翻咧佢嘅一個單價就係15000左右嘅啫，而同區域嘅普通電梯房佢嘅單價都係要14000到16000之間，就相當於係攞差唔多嘅價錢，享受翻更闊落嘅空間同埋空中花園。對於想改善居住環境嘅街坊嚟講啊，呢個吸引力咧就真係好難抗拒嘅。Adam 去睇完呢個4代住宅嘅話咧，都係再睇翻普通嘅平時嘅3代宅嘅話咧，心理落差係好大㗎嚇。咁第三就係政策嘅支持同埋市場嘅稀缺性。好多人就覺得會係要有一個升值嘅潛力喺度。而家咧全國好多嘅城市都推廣緊4代住宅㗎啦。咁中山咧自然都唔例外。由舊年嘅中山住建局啦，同埋自然資源局等部門聯合嘅發布政策咧，明確鼓勵建設空中花園、公共綠化平台，符合要求嘅可以不計用。呢個咧就係為我哋嘅4代住宅嘅發展咧提供咗政策嘅保障啊。咁而家中山嘅4代住宅咧，可以話係啱啱起步嘅一個階段啦。目前咧可以講正式嘅4代住宅咧就已經係有9個啦。大部分咧就集中喺我哋中山嘅主城區同埋經濟總部板塊嘅供應咧，其實就唔算多嘅但係咧而家嘅改善型嘅一個要求咧係非常之旺盛嘅嚇。例如啦，頭先講嘅呢個旗江新城嗰度建華龍湖嘅香山頌佢首開嘅比例去化率咧，即係佢一開波就賣咗95%啦，基本上係開盤就即刻光盤行動嘅。東區同樣有一個保利朗悅佢單周嘅網簽率係達到21套嘅，穩坐主城區嘅一個銷冠嘅位置，咁足以證明咧4代住宅對呢個市場嘅衝擊係非常之大嘅。咁而市場咧亦都係認可呢一類型嘅4代住宅。由長遠嚟睇隨住我哋對居住品質嘅要求越嚟越高，4代住宅作為有差異化嘅產品咧，對比翻我哋傳統嘅住宅，佢嘅溢價空間 ，Adam 覺得咧會慢慢係體現出嚟嘅。而且而家中山出讓嘅一個新住宅土地好多咧都已經係按照4代住宅嘅標準去開發㗎啦。未來咧4代住宅會成為改善住宅嘅主流，呢個係一定嘅100%。而傳統嘅電梯樓咧，可能會逐漸會轉向剛需型或者公租房嘅市場嗰邊嘅。所以咧，而家入手核心地段嘅4代住宅，咁佢嘅一個升值嘅潛力同埋未來市場嘅流通性咧，我哋都係值得去一個積極咁樣去期待嘅。不過大家咧就千祈唔好以為4代住宅就係 perfect 完美無瑕，呢樣又係唔啱嘅。任何嘅產品都會有佢嘅短板。4代住宅佢嘅劣勢同樣都會有嘅，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唔好盲中中咁去落答啦。咁第一個劣勢嘅話，就正如 Adam 由開頭所講，佢嘅總價嘅話都係偏高嘅嚇。咁佢嘅上車嘅門檻係一啲都唔低嘅。雖然佢嘅折算後佢嘅單價係有優勢，但係因為佢嘅得房率高啦，實際面積大啦，4代住宅嘅總價普遍會喺同區域之中嘅一個普通住宅嘅20%以上嘅，即係例如我普通住宅咧可能係150萬左右，而我選擇一個4代住宅咧可能就要180萬到200萬去起步啦。咁中山而家嘅4代住宅咧，基本上折合翻佢嘅總價起步價咧都係200萬左右嘅，要睇翻佢嘅積數啦。咁稍微好啲嘅地段嘅同戶型嘅話咧，咁甚至咧係300萬以上都會有嘅。就算係鎮區嘅項目，總價咧可能都要平均嚟講係150萬以上嘅。對於剛需嘅朋友嚟講呢個壓力可能就會大翻些少啦。
而且咧佢嘅建築嘅成本方面啊，四代住宅比普通住宅咧每平方佢要高500到1500蚊嘅。咁佢嘅鋼筋嘅含量要求當然會增加啦，而且啊佢嘅屋內嘅裝修咧 ，Adam 覺得係比以往嘅住宅咧係有全面嘅升級嘅。呢啲嘅成本咧，最終都會轉嫁翻去房價身上嘅。所以同地段嘅四代住宅，佢嘅單價一定係高過普通住宅3000到5000蚊一個平方嘅。例如咧，又攞翻我哋東區嚟舉例啦嚇，普通嘅住宅咧，佢嘅一手樓單價咧會係13000到15000一平方，而東區嘅保利朗悅啊，佢係一個全新嘅四代住宅啦，單價咧就去到17000到21000之間啦。咁對於預算有限嘅街坊嚟講，確實咧就唔係一個輕鬆嘅選擇嚟嘅。呢一點一定要注意啦嚇。咁大家要睇翻自己嘅荷包再去做選擇啊。咁另外咧，小區嘅管理啊，都會係對物業有一個大嘅要求嘅，比以往嘅話會更加高嘅要求，因為咧，大露台嘅空間嘅空中花園咧係私人使用嘅，咁但係咧又屬於係我哋建築外牆嘅外立面嘅其中一部分嚟嘅。有啲住戶可能咧就會係封閉我哋嘅花園啦，係咪？咁有啲人都會而家就算係三代住宅都會係封露台啦。咁但係四代住宅嘅露台係會比三代宅會大好多嘅，所以咧佢會存在一個亂建嘅問題，可能咧又會人種更加大嘅一個喬木，會影響咗我哋成個小區嘅一個外立面，可能咧仲會有少少嘅安全隱患㗎嚇。中山而家嘅四代住宅項目好多咧都喺購房入邊寫住禁止封閉露台嘅，但係後期嘅執行落嚟咧係難度會非常之大嘅。一旦有住戶違規，物業又妥協唔好嘅話咧，可能會引發起一系列嘅一個連鎖反應都未定嘅。咁第三個劣勢嘅話咧，就係佢嘅設計同埋佢嘅極端天氣嘅風險咧係未知㗎，因為四代住宅咧係一個全新嘅新興產品。中山嘅第一個四代住宅項目係2024年年底先至攞地開發嘅，由2025年中咧先至正式開盤嘅，即係滿打滿算到而家第一個項目出嚟嘅話，都係未收樓嘅。好多技術同埋設計咧，仲係試點嘅階段，冇經過長時間嘅市場嘅檢驗啊。例如樓間距究竟咁樣做合唔合適咧？中山好多嘅四代住宅啊，佢嘅地塊其實都唔大，因為而家我哋新攞嘅地咧，好多人都發現啦，唔係一個大嘅地塊嚟嘅。但係咧，佢建築嘅話咧，佢樓層唔高，所以就要多棟啦，導致好多嘅樓間距並唔係咁闊綽。咁石岐嘅建華龍湖香山頌啦，雖然佢嘅去化率的確好高，但係好多買家買咗之後都反佢嘅樓間距係太近嘅，私密性同埋採光性咧都會受到影響，而且周邊咧未來仲會有8、9個樓盤咧係交付嘅，咁所以嘅話佢嘅以後車流量同埋人口嘅流量咧都會大增，居住嘅舒適感咧仲要隨住時間先至會得出一個結果啦。仲有唔好唔記得極端天氣嘅影響啊！中山咧每年夏天咧都有非常之多嘅颱風嘅，風力大，降雨多，空中花園嘅植物就容易被吹冧啦。咁如果雨水啊排放得唔及時嘅話咧，可能就會有一個室內水浸嘅情況。而家咧冬天雖然係唔凍嘅，但係咧我哋南方天氣避免唔到嘅咧就係潮濕噶啦，所以花園入邊嘅一個木質嘅一個家具啊、綠植啊都容易發霉，甚至係會滋生一啲蚊蟲嘅。之前咧都有其他嘅城市嘅四代住宅啊，颱風之後咧佢嘅一個花園比較大嘅，咁吹完之後嘅話都係一片狼藉嚇，清理起身嘅話咧費時又費力啊，呢啲咧都係買家需要考慮到嘅實際問題。咁第四個就係學位啦，咁呢一個話 Adam 同大家講過好多次，咁為咗佢嘅一個保值率咧，咁我哋一定要觀察佢一個學區同埋學位嘅問題啊，就係佢嘅一個四代宅，因為佢係一個城市嘅一個核心板塊啦，咁又或者係新區啦，例如係石岐嘅經濟總部啊、東區啊呢啲地方嘅學位，本來就係比較緊張嘅，咁都係以呢個建華龍湖香山頌為例啊，佢對口嘅係旗江實驗小學，而家嘅學位咧係相對嚟講比較充足嘅，但係咧周邊以後會有講緊係怡安啦、龍光啦、華發啦等等嘅8、9個樓盤將會係交付同時入住嘅，咁佢嘅入住人口大增之後，學位肯定就會變得更加緊張噶啦。咁買咗樓以後，如果係入學難嘅話咧，一定會對呢個區域佢嘅樓價產生一個影響嘅嚇，呢點大家要注意嘅。咁而且啊，雖然而家四代住宅咧係非常之熱門，但係未來嘅升值嘅潛力咧，其實仲有好多嘅不確定因素嘅喎。一方面，而家成個中山都係得9個四代住宅項目嘅啫，未來必然嘅話會有更加多嘅地塊推出嚟。咁而家新推嘅地塊咧，
10個有9個都係4代住宅㗎嚇。咁等到2到3年之後呢，有可能佢現時嘅稀缺性就會消失啦，因為以後全部開發嘅都係4代住宅啊嘛。咁可能市面上未來流通嘅全部都係4代住宅。咁到時候如果市場上面嘅需求跟唔上嘅話呢，樓價可能就會回調㗎啦，即係唔會好似而家咁嘅4代住宅咁一路向好嚇。咁另一方面，如果遇到樓市下行嘅話，4代住宅因為佢嘅總價會比較高嘅，流通性呢，咁可能就會比而家我哋嘅3代住宅會差少少啦。呢啲呢都係我哋需要謹慎去考慮嘅因素嚟㗎。咁講完優勢同埋劣勢啦，咁接下來呢就同大家詳細咁講下啦。而家周邊即係中山呢度有乜嘢嘅一個4代住宅呢係在售狀態嘅？咁每個樓盤佢嘅狀態又係點呢？咁適合邊類型嘅買家入手呢？咁第一個要講嘅肯定係頭先我哋多次提到嘅呢個建華龍湖香山頌啦。呢個盤呢係石岐總部經濟區嘅核心項目嚟㗎。咁即係咧係我哋嘅一個旗江新城板塊啦。咁周邊又有地鐵啦，又有以後嘅一個中山市嘅雙子塔嘅地標都喺嗰度嘅，由建華控股同埋龍湖製造聯手打造嘅嚇。喺2024年12月份咧就正式攞地2025年嘅5月份就開賣嘅。首開頭先同大家講咗啦，係95%嘅去發率，即係100套樓佢就賣咗95套，非常之驚人嘅數字嚇。咁人氣咧就的確係好旺嘅。佢最大嘅優勢咧就係佢嘅地段方面咧係非常之突出嘅喎。由旗江新城石岐總部經濟區啊，周邊嘅話咧有啲商業啦，例如 Coco City 啦、富日城啦、石岐文化公園啦等等啦，同埋頭先講到嘅一個港珠城軌嘅中山北站啊，去廣州啊、去珠海啊都係好快嘅。咁同埋咧佢會有地鐵去經過呢個板塊，係廣州地鐵嘅18號線啊。不過呢個盤嘅缺點咧都會有嘅。第一個就係頭先講嘅買家反映到嘅佢一個樓間距會比較密啦，前後嘅流動咧會比較近啲嘅，低樓層嘅採光啊同埋佢嘅私隱性影響會非常之大。就第二就係我哋頭先講嘅呢個學位緊張嘅問題啦，周邊嘅樓盤眾多下，未來旗江實驗小學嘅學位咧可能係唔夠嘅。第三，樓價同樣 Adam 覺得係偏高嚇。對於石岐本地嘅一個改善型嘅家庭嚟講嘅話咧，佢嘅壓力都係唔細嘅。但係就係勝在佢嘅一個地段夠核心嚇，長期落嚟嘅話咧，佢嘅保值能力應該係唔錯嘅嚇。咁大家留意呢個係保值能力，咁升值能力嘅話咧，就睇大家點睇啦。第二個熱門嘅樓盤啊，自然就係喺東區嘅保利朗悅啦。呢個盤咧係中山東區首個4代住宅嚟㗎，位於我哋嘅喜灣道啦，即係我哋而家講嘅中山嘅金融街嚇。由2024年10月份攞地嘅話，當時嘅一個樓面價咧都已經係大幾千蚊㗎啦。目前在售嘅話咧，119方到172方嘅3到4房嚇，大家可以留意到佢最細嘅面積都係119方㗎啦。單價嘅話咧係17000到21000之間，總價嘅話咧就係200萬到360萬之間㗎啦。同龍湖香山頌嘅價錢咧就相差得唔多嘅，但係戶型咧就更加大，適合改善需求更加強嘅一個家庭啊。保利朗悅嘅話咧，佢同樣嘅優勢，亦都係第一佢嘅地段夠晒靚啦。東區嘅話咧，自不然係中山嘅核心嘅城區嚇，配套成熟，例如我哋所熟悉嘅遠洋大順啦、利和廣場啦，咁等等都係喺呢個樓盤嘅周圍嘅。教育資源豐富啊，對口嘅學校質量咧可以喺中山嚟講咧都係排得上名次嘅嚇。第二就係佢嘅產品力強啊，空中花園嘅面積最大係可以去到80個平方嚇，咁就相當於係我哋平時嘅一個住宅咁大嘅一個空中露台㗎咯。咁而且咧，佢嘅採用係一個錯層嘅設計，私隱性咧會比龍湖會好啲嘅。實體嘅示範單位咧開通咗之後啊，好多嘅買家都讚佢嘅一個空中花園嘅實用性係極強嘅嚇。咁第三就係佢嘅兌現能力啊。喺2025年8月份，佢就已經係啟用咗呢個升級嘅會所㗎啦，引入咗呢個唯一品牌嘅健身房運營機構啊。咁已經係提前兌現咗佢嘅一個健身房嘅配套嘅，呢個咧就係非常之令人放心。咁不愧係一個央企嘅保利嚇。Adam 去過咧，都係覺得佢嘅一個生活氣息會更加濃郁啲嘅。不過缺點咧亦都會有嘅喎。第一嘅話咧，咁好嘅地段，咁證明佢嘅車流量自然係唔會低嘅。靠近呢個喜灣道啊，部分嘅流動咧會受到佢嘅交通嘅噪音嘅影響。之前咧有買家就反映咗，咁關咗窗之後咧，可能都會聽到稍微嘅一個車流聲嘅。第二嘅話就係周邊嘅環境啊，周邊咧其實有好多咧係20幾年嘅舊齡嘅一個小區嚟嘅，展示面咧佢冇咁靚冇咁高大嘅，咁缺乏咗高端小區應有嘅一個氛圍感啦。第三就係採光咧多少都會係受咗㗎，因為咧東面嘅話佢嘅另一個
樓盤叫做遠洋世家，係有33層樓咁高嘅，前面咧仲會有一個20幾層高嘅一個酒店啦，中間嘅流動嘅視野同埋個採光咧都會受遮擋嘅，呢個咧係好多嘅買家係放棄呢個屋苑嘅一個主要原因啦，即係我使咁多錢，仲要俾人遮光，咁可能就係心入邊有啲唔爽嘅。咁而家最新咧，亦都有一個4代住宅叫做陰陽遇神啦。呢個屋苑啊，都係石岐經濟總部嗰度嘅，喺2025年嘅4月份攞地。佢嘅一個樓面價，如果冇記錯嘅話咧，係7000幾蚊嚇。目前咧係啱係可以入去參觀嘅一個狀態，就相當於咧我哋已經係開始應酬噶啦。價錢啊就仲未正式公布嘅，但係預計佢嘅單價都唔會低。Adam 預計咧係會係16000到2萬之間，同隔離嘅一個香山總咧差唔多幾多。咁佢嘅戶型嘅話咧係105方到140方嘅3到4房嘅戶型啊嚇。呢個盤咧同樣同龍湖嘅香山總一樣咧，佢嘅位置啊，相同一個區域同埋相同一個交通配套嘅，咁佢嘅部分咧係靠近一個岐江河海，高層嘅話咧可能會望到一個江景嘅，咁呢點咧就要實際上去到佢嘅實體樓先知道啦嚇。景觀咧可能視野係會唔錯嘅，產品入邊咧佢嘅空中花園咧採用咗一個動態霧化玻璃，可以一鍵切換成一個透明模式嚇，咁解決咗呢個隱私嘅問題。呢一點咧係比較神奇嘅，咁大家如果得閒嘅話咧，一定要跟住 Adam 去睇下而家一個現代化嘅一個科技產品啦。呢個設計嘅話係幾窩心下嘅嚇，即係幾暖心下嘅。不過咧缺點就係呢個發展商陰陽嘅話咧係手進中山嘅啫，咁本地嘅一個口碑同埋一個兌現能力咧，仲要需要時間去檢驗嘅。而且石岐經濟總部咧而家仲係建設當中嘛，周邊嘅所有嘅配套如果要落地成熟好嘅話咧，可能都要2到3年左右嘅時間嘅。咁咧呢個屋苑呢個4代宅咧就係適合翻一啲唔係咁急住入住嘅，同埋咧係睇好呢個石岐經濟總部呢個片區嘅一啲買家啦。咁講咗咁多啊，相信大家咧對於呢個中山嘅4代住宅嘅優劣勢咧，同埋樓盤嘅情況咧，已經係有咗一部分嘅了解啦。咁最後咧就係想同大家重新咁總結翻一下啦，究竟邊類型嘅街坊咧適合買4代住宅，邊類型嘅街坊嘅話咧要慎重咁考慮一下，要停一停諗一諗啊嚇。咁首先咧 Adam 就同大家講適合買4代住宅嘅街坊嚇，第一點就係你嘅預算係比較充足嘅呢個改善型嘅家庭嚇，因為咧總價200萬樓上嚇，追求住宅嘅一個品質啦，同埋想擁有一個大空間嘅呢類型嘅朋友嘅話咧，你可以選擇嚇，咁一定係要個荷包紮實啦，咁千祈就唔好買樓而影響咗我哋平時一個退休啊或者生活嘅一個質量啦。咁第二咧就係我哋本地啦，想換房啊，即係我哋話由細換大嘅，咁可能住咗10幾年嘅一個老舊小區啦，想升級下一個住宅環境嘅，咁又唔想搬去太遠嘅地方嘅話咧，4代住宅嘅地段同埋產品咧，咁一定係會滿足到大家嘅，咁就係得個荷包紮唔紮實嘅啫。咁第三個話咧就係注重呢個生活儀式感嘅年輕家庭，咁中意種下花啊、種下草啊，或者我哋平時嘅一個接待客人、接待來賓嘅活動、社交活動會比較多嘅4代住宅嘅一個空中花園同埋公共平台咧，絕對咧就可以滿足到我哋嘅一個多樣化嘅一個生活嘅需求啊。咁第四咧就係非常之睇好呢個石岐經濟總部嘅，想長線投資嘅呢個朋友啦。咁如果係睇好石岐經濟總部，又或者係以後嘅馬鞍島咧，會為中山帶來更加好嘅活力嘅話，咁隨住配套嘅成熟咧，咁我覺得4代住宅嘅競爭力一定係會比3代嘅住宅好好多嘅。咁然後咧就講翻唔適合，即係 Adam 唔建議啦，至少係唔建議買4代住宅嘅一個街坊。第一個啊，咁自然就係頭先所講嘅一個對立面啦。咁如果係我哋嘅手頭唔係咁充裕嘅，咁如果係預算總價咧係150萬樓下，4代住宅嘅高總價會造成非常之大嘅壓力嘅朋友嘅話咧，不如咧就選擇翻同區域嘅我哋嘅3代住宅，佢嘅性價比會更加之高嘅嚇。咁第二個就係怕麻煩啊，唔想打理花園啊，唔想有咁大間屋嘅街坊嘅話，咁如果係唔想打理咁大個花園嘅話咧，咁可能咁大嘅花園對你嚟講係一種負擔噶啦。咁花園如果最後淪為一個雜物間嘅話咧，就係非常之可惜同埋浪費咗呢個4代住宅嘅優勢啊。咁呢類型嘅買家咧就可以買翻呢種緊湊型嘅3房，就係比較適合你嘅。咁第三咧就係注重隱私嘅買家啦。如果對隱私嘅要求比較高嘅4代宅 ，Adam 覺得現時嘅4代宅佢嘅設計可能會令到你住得唔係咁舒服嘅。咁例如佢又有大陽台啦，同埋咧佢嘅採光係非常之好啦。咁就意味住啦，咁喺出面睇入嚟睇到我哋屋企嘅一個機會咧係更加多咗嘅嚇。咁一定要
記住，大家如果係買樓嘅話，第一要睇設計，唔好睇佢嘅噱頭。重點咧要關注翻佢嘅一個設計啱唔啱我哋自己使嚇，特別佢嘅一個隱私性啦、防水啦，同埋佢嘅一個系統排水啦，等等都要留意㗎嚇。咁就唔好淨係被我哋嘅一個大露台、大花園所吸引咗嚇。第二嘅話咧就係選擇地段。就唔係話盲目咁選擇新區嘅。咁首先咧，選擇嘅一個配套成熟嘅核心區域咧，咁 Adam 而家一直以嚟咧，佢都係比較建議大家選擇呢個成熟嘅地段嘅嚇。咁第三個話咧，咁一定要揀物業而唔係揀品牌啊。咁我哋嘅物業嘅話咧，其實咧係有好多當地本土嘅一個物業嘅話，其實佢嘅服務都係唔錯嘅。咁物業好嘅一個小區嘅話咧，未來我哋一定係居住到會更加去舒適嘅，會幫我哋解決到好多嘅問題。咁咧，我哋今期節目就到呢度啦。如果覺得 Adam 講嘅嘢有用嘅街坊嘅話咧，可以喺評論區留低666三個數目字嘅。咁咧 ，Adam 會繼續為大家保駕護航。咁買樓唔係小事，就千祈咪亂買啦。咁今期節目就到呢度，跟住 Adam 走，灣區睇靚樓，我哋下期再見，拜拜。